有点情不自禁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眼前这个被长官调戏的男人，竟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队长阿星。头脑灵活，经常用出其不意的手段破案，但因为不按常理出牌，他没少受到上司嫌弃。就在阿星以为自己升级无望时，却被老总喊去问他想不想升级。原来在不久前，学校组织学生来警局参观，之后呢，老总就发现自己的配枪不见了。他怀疑这支枪被学生拿去了，所以老总决定派阿星化身卧底，潜伏在学生中寻找枪的下落。阿星虽然不想进校园，但为了升级还是接受了任务。他伪装成一名学生来到学校报道，之后便被带去教室上课。坐在座位上听课的阿星什么也听不懂，他左看看右看看，感觉这里真是和监狱没有任何区别。温暖的家庭，我又来到苦窑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黑板擦飞了过来，一下子就把他打回了现实。面对老师的质问，他无话可说，同学们也只顾着看热闹，这让在警署里如鱼得水的阿星实在是忍无可忍。在学校里待了不到1天，就闹着想要回家。同样潜伏在学校里当清洁工的达叔，自然不希望失去一个帮手，连忙将他从栏杆上拽了下来。你干什么？你是谁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拜托你先下去好吗？你拉我下来干什么？你站在我肚皮上面呢！哎呦！看着阿星死活都要出去，达叔试图说出联络暗号来表明身份，但是一紧张却说错了，这让阿星更加无语，觉得这学校没一个正常人。就在阿星决定从大门出去的时候，却撞上了学校的校长。他不顾校长的拦截，还是决定离开学校，直到看到最后这位漂亮的女老师，让阿星瞬间找到了坚持下去的理由。他故作可怜说自己不舒服想回家。何敏老师听后一把将他带到了办公室，何敏温柔地为他量了体温，然后又捧着阿星的脸，仔细地看起来了他的眼睛，最后得出一个结论：你的眼珠怎么不会动啊？随后何敏告诉阿星，他是个辅导老师，让阿星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找他。随后便让阿星回到教室去。阿星这回也是没有任何挣扎，快步回到教室。不久后放学铃声响起，阿星本想送何敏回家，却被达叔一把拉了过去。在说出对的暗号后，阿星也是相信了达叔是来帮助他的。达叔在学校卧底多年，在他的帮助下，阿星很快就知道了学校的大概情况，比如来接何敏的是反黑组的组长，坐在栏杆上抽烟的男生，身后有一个叫大飞的大哥。达叔还告诉阿星，这次的丢枪事件他是最有嫌疑的。而自从对何敏老师一见钟情，阿星就立志要做个好学生，但由于基础差，不熟悉的知识太多，常常因为作业没完成被罚。顶椅子挂标牌只是一些常规操作，时不时还会当选耻辱的每周一星。为了不被心仪的何敏看见自己这糗样，阿星晚上熬了个通宵做作业，连达叔都有些吃惊他的异样。第二天阿星来到教室，完成作业的他从没这么硬气过。他刚说完绝不会再被罚站，老师就抱着一堆试卷进来了。临时测验，不及格的罚站调1个礼拜。阿星帅不过3秒摔倒在地。考试开始，阿星冷汗直流，因为他和考题谁也不认识谁，想求助同桌，而同桌还故意不给他看。阿星只好偷偷拿出大哥大呼叫了达叔。好在达叔讲义气，立马打电话向老总求助。别过断，男人婆，帮我把肩膀上有花的全都叫上来。阿星就这样把不会的传给达叔，然后达叔又打电话告诉老总。在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后，老总把答案告诉达叔，最后由达叔在教室外面传答案。苹果 ，Apple， A。阿星也很佩服自己的脑洞，扔香蕉是 B， 扔汽车是 C， 可答案是 D 的时候，达叔有点犯难，可还是被聪明的达叔想到了办法，于是便学起了狗叫，但也引起了老师的怀疑。就在老师出门查看的时候，达叔已经被女老师拉走了，而没了达叔的帮助，阿星又犯难了。一扭头却发现了同桌的绝技，这办法不错，于是他开始有样学样，从书包里掏出了语文书，找了半天答案，一个也没找到就算了，还和同桌玩起了速度比赛。最后一不小心书掉在了地上，当然也被老师发现了。阿星因为考试作弊，被老师带到了办公室。可历史测试，阿星作弊拿的却是语文书，这让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惩罚。于是教导主任决定让阿星叫家长。阿星以为自己的人设是个自给自足的孤儿，却不知老总给他监护人一栏上写的是达叔的名字。作为阿星的监护人，达叔颤抖着手腕来到了办公室。大叔，周星星真的是你的儿子？你关系比我高，你说吧。周星星，你说。看着达叔笑得那么开心，阿星也无奈地跟着笑了起来，但还是承认了达叔的身份。刚说完，达叔就准备带阿星离开，却被教导主任拦下了，并告诉他阿星考试作弊。作弊？作弊是不对的，作弊是不好的，作弊不乖，老师。作弊啊，没什么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教导主任又开口拦住了达叔，并严肃讲起了事情的严重性，听得阿星都快睡着了。为了能早点离开，他命令达叔简单意思一下，达叔也立刻表示明白了。阿星摆好姿势，但达叔却是狠狠地表演了起来，像极了恨铁不成钢的父亲。随后阿星狼狈地走了出来，刚想教训下身后的达叔，可达叔却立马装起了可怜。不要这么缺德啊！要我使什么劲扁你啊？你也知道你自己身子骨多硬啊！这倒是的。我几十岁了，骨头又脆啊。扁完你之后，我全身酸痛啊，手指骨都裂了。是吗？是啊。这一记马屁拍的那叫一个响，阿星也不好再找达叔麻烦。这时何敏追了出来，办公室达叔那恨铁不成钢的表演深深打动了他，于是他提出要帮阿星免费补习。
而在何老师耐心的补习下，阿星的成绩也是飞速提升。之前不会的题目，对他来说已是小儿科了。阿星和何老师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，从口腔能一直聊到男朋友方面。当他聊到对男朋友不满意，因为是一名警察的时候，阿星也舔狗似的随声附和，似乎忘了自己也是一名警察。果然，这晚何老师照常来帮阿星补习功课。何老师刚进屋，阿星就让达叔去楼下溜达。达叔也是过来人，随即就拿出了深爱的宝贝。你弄错了，没弄错，这是超国型的。是吗？是啊。达叔刚下楼就遇到大飞派来的打手，随后就被套上黑色塑料袋带走了。原来之前阿星在学校楼顶欺负了大飞的小弟，为了帮小弟报仇，大飞让人到达叔楼下蹲点，这才有了达叔被抓的一幕。而达叔也靠自己的机智逃了出来，正好被下楼的何老师与阿星撞见。阿星见状立马飞身上前，不愧是飞虎队的顶尖高手，3两下就把人全部打跑了。达叔这时来到阿星身旁，夸阿星厉害，不愧是飞虎队的。何老师也走了过来，两人见何老师走来，立马上演了父慈子孝。但何明已经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也知道了阿星是一名警察。阿星见瞒不住了，直接把所有的事都说了出来，包括自己上学是因为任务。何老师本就不喜欢警察，而阿星不仅是警察，还欺骗了他。他非常生气的离开了。虽然自己的卧底身份暴露了，但阿星相信何老师不会对外说，所以他开始破罐子破摔，正大光明的挥起了锄头。你教我人生目标应该为人，不是为钱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目标就是你。对不起，因为我以前骗过你。对不起，因为我将会追授你。走，谢谢。阿星站在何老师办公室门口，等来的却不是何老师的回复，而是扣机被没收。而听到这样的回答，阿星虽然失落，但达叔却更加失落，因为扣机是达叔的。这天刚放学，大飞就再次带人来堵阿星，而何老师的男友也恰巧在这，因为听说了阿星和何老师关系暧昧，他上前也不听阿星的解释，直接就把阿星抓回了警署，并将他带到了厕所，准备动私刑。就在准备动手时，何老师冲了进来。神经病啊你，自己人也打，其实他……我有很要紧的话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先让我说完嘛。其实他是……何老师男朋友气坏了，抓起阿星就是一顿小拳拳。就在这时，达叔及时带老总赶到。老总对阿星和达叔很不满，让他们秘密查丢枪案，他们却弄得满城风雨。老总也是下了最后期限，1个月之内还没找到枪，就要把两人贬职。回到家，达叔安慰阿星不要沮丧，还给阿星表演了一波竹筒抽烟。阿星也成功被达叔的操作吸引，他拿着达叔的竹筒好奇的打量，用了所有办法，还是没弄明白达叔怎么抽的烟。这时达叔从屋内拿出一个小铁盒，阿星见状也是立马放回了竹筒，而达叔坐到了凳子上，拿起竹筒又是一口，这可把阿星看呆了。这可能就是戒烟的最高境界，万物皆可为烟。随后达叔拿出了家伙，并且告诉了阿星他知道大飞的秘密基地，打算豁出去和阿星前去找枪。可阿星对达叔知情不报很是不满。立正。是长官，知情不报有什么后果你知不知道？是长官，你这样是不是想当一辈子卧底？是。什么？没有啊，很过瘾吗？我现在还不是抄家伙陪你去死吗？阿星被达叔一番话说得无比感动，一口就亲了上去。可达叔却从阿星嘴里又抽了一口烟。两人趁着夜色，成功的找到了大飞私藏的军火，还在里头找到了老总丢失的枪。两人当即就决定把车一起开回去。阿星跑去前头开车，一脚油门却把达叔落下了。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啊！我没上车！阿星开着车冲出基地，在后面追赶的达叔却被大飞逮住了。第二天大早，阿星开车来跟老总交差，开门想叫达叔起床吃早饭了，却发现达叔不在车里。果然，随后大飞就打去了电话，要阿星用车上的东西换达叔。阿星听后不顾老总的阻拦，直接开车就走。路过加油站时，阿星还买了几桶汽油，准备送给大飞做见面礼。到达地方后，阿星成功换回了达叔，还往车厢里扔了个打火机，车厢瞬间爆炸，化为一片火海。阿星和达叔跑回了学校，本以为周末学校没人，却不知何老师带着许多同学在布置校庆。阿星没法解释，随后便一头扎进了迷宫里。阿星借着迷宫的优势，很快料理了一群小弟，可心爱的何老师却被大飞控制了。为了何老师的安全，阿星只好扔了手里的武器。就在大飞以为赢了的时候，一个帅气的身影闪亮登场。哇，好帅呀！老总以绝对的火力压制了大飞，并让大飞出来投降。大飞缓缓地扔出手里的家伙，却在老总不经意间出手偷袭。就在大飞想乘胜追击的时候，阿星及时扔出老总的善良之枪，成功阻止了大飞的同时，飞身上前一脚将其踹倒，紧接着使出失传已久的夺命剪刀脚，瞬间将大飞制服。阿星找回了老总丢的枪，还破了军火大案，已经不用在学校继续做卧底了。他和同学们一一告别之后，准备离去的他却突然被吓了一跳。